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簡單但非常深刻嘅問題。喺職場呢個叢林入面，你想做一隻鸚鵡定係一隻老鷹？鸚鵡講嘢叻樣靚，好識模仿，但佢哋一世都飛唔高。老鷹唔多講嘢，沉默孤傲堅定，但佢哋有種穿越天空嘅力量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學嘅唔係鸚鵡嗰種花言巧語，而係老鷹嗰份沉默但爆發力驚人嘅心態。我會用7種老鷹心態幫你喺職場上飛得更高更穩。第一，獨自高飛慎選夥伴。老鷹唔會同麻雀烏鴉一齊飛，佢哋只會同老鷹為伴。呢個比喻好犀利，你同邊啲人行決定你可以行幾遠。有人講過，你係同你相處時間最長5個人嘅平均值。如果你成日同啲成日埋怨消極嘅人一齊，你都會變得低氣壓。但如果你身邊係一班積極有目標會激勵你嘅人，你自然會升級。所以遠離職場入面啲鸚鵡成日重複負面說話冇行動，搵返你嘅老鷹圈子，同啲志同道合嘅人一齊成長。因為你身邊啲人最終會塑造你變成乜人。第二，鷹之視野，專注目標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， email 信息、會議、突發事件日日都轟炸你。要突圍而出，你一定要有超清晰嘅目標同專注力。老鷹可以喺5公里以外見到獵物，它一旦鎖定，就算前面有山有風有障礙，視線都唔會離開目標直到成功。所以問下自己，你有冇一個5公里以外咁清晰嘅職業願景？你係咪行到一半就俾人打亂方向？記住，成功始於願景，成於專注。定咗目標就唔好分心，專注做一件事直到贏。第三，無畏之心，直面挑戰。恐懼係職場上最強大嘅障礙。我哋怕失敗，怕未知，怕負責任。但老鷹面對獵物從來唔驚，他哋永遠迎面而上。你要記得一句話，你一驚問題就變高牆，你一衝牆就變樓梯。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唔好逃避，唔好退縮，迎上去。每一次你直面問題，其實就係喺升級。第四，堅韌不拔，駕馭風暴。呢個心態係老鷹最傳奇嘅地方。當風暴嚟嘅時候，其他鳥都躲埋，但老鷹會逆風而上，用風暴嘅氣流飛得更高。你睇下幾勁，佢唔係避開風暴，而係用風暴嘅力量。喺職場一樣，危機其實就係機會。當項目出事、上司壓力、環境變化時，唔好怨，唔好縮，問自己，我點樣用呢場風推自己飛得更高？別人喺掙扎，你就用策略駕馭混亂。第五，佢食腐肉，開拓新疆界。老鷹唔食死屍，佢淨係捉新鮮獵物。呢個象徵咩？就係唔好食過去嘅成功。你上年嘅獎、上次嘅專案、之前嘅榮耀，全都係腐肉。如果你只係活喺昨日，你就停咗。成長嘅人永遠都喺追緊新挑戰、新技能、新突破。唔好重複舊嘢，要日日捉新獵物。第六，破巢而出，擁抱成長。呢個故事好震撼。老鷹媽媽訓練仔仔飛嘅時候，會拔走巢入面啲柔軟羽毛，令巢變得刺刺地好唔舒服。仔鷹頂唔順就會逼自己飛出去。我哋都一樣，舒適圈入面冇成長。如果你日日做啲熟晒輕鬆嘅嘢，你唔會進步。所以有時要自己拔羽毛，挑戰新任務，學新技能，試下你未做過嘅嘢。嗰啲令你唔舒服嘅地方，就係成長嘅天空。第七，浴火重生，再做巔峰。老鷹到咗老年，找頓悔彎，羽毛重飛唔起。佢要生存落去，就要飛到懸崖頂。用石頭敲爛自己嘅喙，拔走舊羽毛，等新嘅長返出嚟，痛到極點，但當新羽毛長好，佢又可以再飛上天。呢個過程叫自我種樹。我哋喺職場都一樣，舊習慣、舊思維、舊模式有時會拖住我哋，要有勇氣放低，打爛重建。痛但直，因為唯有重生先有新高度。結語，喚醒你內心嘅雄鷹。各位朋友，呢7種老鷹心態，
唔只係勵志故事，而係一套真實嘅職業哲學。同正確嘅人飛，定清晰嘅目標，有無畏嘅勇氣，善用風暴嘅力量，唔沉醉過去，敢離開舒適圈，最後有勇氣重生。所以我想問返你，你仲想做一隻喋喋不休嘅鸚鵡，定係嗰隻沉默但一飛衝天嘅雄鷹？天賦決定起點，心態決定高度。每個人心入面都有隻等待被喚醒嘅老鷹，而我希望今日開始，你就展翅飛向屬於你嘅天空。多謝大家。